美国头一波对顶关税8月初1号要开始起，美国总统川普昨是搁再表示讲，会对全球超过150个国家来发出关税的通知批哦，税率是伫10%到15%。有外国媒体是指出讲，台湾随时甲印度协议就特别完成了，连美就会宣布。另外，中建今仔是公布上新的年经济的成长率预测哦，虽然阁有真侪无确定因素，也毋过是真乐观来预估，全年有机会当保掉3%。美国总统川普公布的第一波关税税率要伫8月初生效。川普伫当地时间16号发出消息，表示特别对全球超过150个国家发出关税通知批，被看作是一个群组，统一适用同款的税率，范围可能伫10%到15%。佮表示，美国特别宣布几项袂歹协议，外界拢在关心，这是不是包含台湾在内？我觉得台湾还蛮有机会的，可能落在10到20。那好一点的话就是15嘛，因为我们只要比亚洲其他国家低，那我们就有相对的出口优势。对，我觉得台积电是我们的一个优势，一个筹码。不过，在关税政策影响之下，中经院17日发布2025年第3季台湾经济预测，成长率平均是1.08%，主要考虑因素包含关税政策无确定性、汇率走势加基期等因素考虑之下。不过，全年经济成长率是3.05%，也是保守。到底有多少的部分会受到影响？我想可能要到最后的数字出来，我们才会比较清楚。台湾占了一个优势，就是我们的 AI 产业。说实在的，在全世界里面，真的算是景气比较好的产业。另外，针对物价方面，中经院分析，新台币汇率承担抵消进口通膨压力。2015年消费者物价指数 CPI 年增率可能落伫 1.89%， 有希望比通膨警戒线 2% 以下较低。但食品可能因为天灾甲服务绩效有明显起的幅度，不过关税税率依然是变数。一旦公布了，观察是不是引起后续冲击。记者综合报道。